各位来宾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今天的断代王美食品尝大会。我是美食征收队的队长阿宏，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这款色香味俱全的椒盐五谷杂粮饼。阿宏队长是哪五谷啊？这款杂粮饼它包括了黑芝麻、白芝麻、燕麦、荞麦，并且加上了花生酱与胡椒来提味。来，各位来宾一起来品尝看看。哇，天哪！这胡椒的香气也太诱人了吧，酥脆又浓郁，吃了还想再吃呢。对，喜欢就不要忘记把它带回家。椒盐五谷杂粮饼，赞！ Ghostly fun, Halloween begun. Ghostly fun, Halloween begun.